后来过来是国民党这边10月18要改选到党主席，讲现任的主席朱立伦坚持要来交棒，但是呼声上悬的台中市长罗秀燕无要接。立委王宏维透露讲，即摆基层是真不安，希望党内一寡带头会当协调出适合的人选。讲党内嘛点名，立法院长韩国瑜、嘉义市长黄敏惠、副主席连胜文，拢是袂歹的人选。最困难的时候，妈妈会留在家，这是我的承诺，我会说到做到。也因此，我无法参选国民党的党主席。随台中市长罗秀燕决定外选党主席，朱立伦的位到底谁来坐？有意思的人搁跳出来讲话。朱主席，您辛苦了，你可以放心的把棒子交出来。郑丽文，我青壮世代。也已经准备好要接棒了。就算郑丽文中心要选党主席，王宏维就讲，党内基层其实真着急，嘛传出朱立伦继续扛罗秀燕担重大责任。主席是希望卢市长应该要出来承担。那我想这是主席他会持续的在劝进卢市长，都是希望罗秀燕出来承担。党内嘛点名过去和朱立伦做伙拍拼的副主席连胜文，嘛是延续朱立伦的意志，袂歹的人选。另外，嘉义市长黄敏惠过去捌代理过中国国民党主席，嘛是适任的人选。主持媒体人赵少康是认为立法院长韩国瑜做会起这个会，不过根据立法院的组织法第3至2条法的规定，立法院院长、副院长袂当担任党职。那你看世界各国的国会，比如很多内阁制的国家他们都还是那个党魁来担任这个首相嘛，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可行，只是说韩院长不知道有没有意愿啊。看国民党主席登记时间得要到，未来哪赢共主席上，如今嘛是互人看甲雾煞煞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